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真国寺的常住，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师父早上把祖师大德的开示语录写起来，利用短短的时间，我们来探讨、来分析。他透过这几句话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彼此互相来提供宝贵的意见。我们知道谭鸾祖师皇帝知道他住在什么位置，皇帝都主动的、非常虔诚的向那个方向礼拜三拜。你知道皇帝这么器重、这么恭敬是为什么？因为他了解谭鸾祖师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德有恨有修有正的伟大的菩萨，所以皇帝都称呼他谭鸾菩萨，是这么称呼他的。谭鸾祖师他怎么讲？有凡夫人烦恼成就。我们一般的众生叫凡夫嘛，凡夫是什么？着相有贪嗔痴骄慢怀疑。那么我们的习气很重，有凡夫人是烦恼成就的，他的脑筋里面里里外外充满了妄想、贪求的心，欲望非常的猛烈，所以他是烦恼成就的，也就是他烦恼充满了整个身心呐，都是烦恼不断。但是也得生彼净土，这种对象也能够得到了往生到西方净土去。三界系业毕竟不迁，在三界内我们都是叫凡夫，还是一样在六道轮回。我们还有贪求的欲望，有是非恩怨没办法斩断，被这个业绑住了，系就是绑住了，束缚住了。但是如果你生了净土，毕竟不迁，我们终究不会受到牵绊，不会受这个东西的阻碍。虽然是个烦恼众生，但是你往生净土，所有造的罪业全部都能够一干二净，清净光明。那我们一定要去啊。他说则是不断烦恼得涅槃分，焉可思议。他说这种烦恼的众生，他不断烦恼，他烦恼没有去除掉啊，没有改变转换，那么这种带着满腹的罪业跟烦恼的人，最后得涅槃分，他得到成佛了，不生不灭的境界，他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就，焉可思议？怎么可以用我们人可以猜测的、去判断、分析的？这个不可思议啊！这句话虽然很简短，但是它的重点在哪里？在凸显阿弥陀佛救度众生是究竟的慈悲，是非常圆满的慈悲，不选择对象，只要你肯念佛、顺从佛愿，他绝对不放弃你，永远都给你希望，永远给你一个美好的归宿。所以这个就证明说，佛大慈大悲、大愿大力，阿弥陀佛对众生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哦。我们这种不断烦恼的凡夫众生，竟然可以成佛，我们一般的人没有办法去揣测，怎么样用我们的智慧去判断，说不可能的啊，满身的罪业，因为念佛就到西方成佛了，这可能吗？我们一般人难以想象，所以叫做焉可思议，就是不可思议就对了。谭鸾祖师这么伟大的修行人，呼吁我们凡夫众生，虽然你满身的罪业，烦恼又深又重，但是只要你好好的念佛，你能够升到西方净土，所有的业障全部化消，你的业障阿弥陀佛帮你承担起来了。你要到西方净土的功德之粮，他已经准备在名号里面了，只要你念佛，你就有资格、有条件到西方。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我们证明了佛对众生实在是把我们疼爱的像宝贝孩子一样。虽然你造罪造业无量无边、无穷无尽，但是我不放弃你的。只要你念一句佛号，我一定救度你。所以你们呢，一定要专心的念佛，不要杂行杂修。我要做这个，我要送这个，你不要这样做。佛已经老早告诉你了，我们持念名号，专复专，专心又在更专心，不可以分散。你要想学这个学那个，到时候你的道心没办法专一啊，诚心上不来，你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就分散掉了。所以一定要小心，我们学佛念佛是要怎么样一门深入，不可以杂行杂修。这一点呢，是我借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大家分享，让大家都知道。谢谢大家，阿弥陀佛。